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啊！頭先都講到即係國慶黃金週咧，就今日其實已經開始啦。咁啊，政府咧喺早前都提到話，預計咧喺萬宜水庫啊、西貢萬宜水庫東壩方面咧，都會比較多一啲遊人啊去到嗰度郊遊啦。咁所以都有啲嘅優化措施做咗嘅，包括係啲咩咧？其中提到就係話，運輸署已經同咧專線小巴營辦商咧係協調喺黃金週期間咧會加開一啲平日嘅服務啦，即係專線小巴第9A 號線呢，喺成段嘅黃金週啊，就會由10月1號至到10月8號咧都會提供服務，加密班次啦，由一般譬如星期6日啦，公眾假期4架小巴咧，咁大幅增加到去唔少過30架小巴，並且都會預留一啲後備嘅車輛啊、後備嘅司機啊，咁就即係便利啲即係去嘅人啦，去郊遊啦。咁另外都話咧會。運輸署會同咧北潭涌漁農自然護理署咧喺關閘前面設置信息顯示屏啊，咁等到一啲去東壩一帶嗰啲嘅即係交通啊、路況啊嘅情況都可以係發布啦。咁另外都會透過一啲嘅網頁方式咧，都會係公布東壩一帶嗰啲人流資訊，去即係方便啲旅客規劃個行程嘅。1723111，1723111，另外 WhatsApp 專線係689111002，講下你嘅睇法呢一個東壩方面嘅一啲人流啊、交通等等嘅一啲優化措施。電話旁邊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新界東南立法會議員李世榮，早晨。早晨啊，各位早晨。早晨，李世榮喺國慶日同你即係做呢個訪問啊，都想了解下就係講到東壩方面嗰個交通安排。頭先都講咗少少一啲政府一啲優化措施啦，包括就係有過一啲即係資訊啦、了解人流啦，另外都喺個小巴嘅班次、小巴嘅數量上面有增加啦。咁有啲咩關注咧？整體啊？我諗要關注嘅就係今次個黃金週咧，同上次今年嘅5·1黃金週有啲唔同嘅，就係比5·1更加長啦。內地係超級長假期嚟嘅，咁所以呢，究竟嗰個訪港嘅遊客咧，或者去東壩嘅遊客咧，會多幾多咧？未知之數嚟嘅。咁但係而家睇翻即係政府或者係相關嘅機構咧，而家做定嘅。而家機構所做嘅準備咧，都似乎係充足嘅，都係跟翻5·1嘅情況去部署，同埋咧比5·1咧係高少少，就係好似剛才你講嘅就話多咗啲顯示屏啊嗰啲咁樣嘅。咁我覺得呢啲都會有所作用嘅。咁但係咧係不能夠令人哋放心嘅就係究竟遊客利用的士前往東壩嗰個數量咧，係好難估計，因為大家冇水晶球，唔知啲旅客係想坐咩車入去。而家呢一刻咧，的士仍然可以入到去。咁如果咁多車入去嘅話咧，會唔會好似產生今年5·1又出現嘅有幾百架的士喺入邊，即係塞車嘅情況咧？其實我自己估咧，如果係冇做一啲的士控制嘅措施咧，咁其實呢個畫面有機會會再出現翻，咁但係我亦都理解嘅，政府亦都同我多次強調，想睇埋今次特別長嘅黃金週之後咧，先有一個新嘅安排。咁我理解嘅，因為呢個係講緊係一個長遠嘅方案咧，我諗係要即係睇清楚，同埋同不同嘅持份者咧都要溝通足夠咧，先可以決定一個最好嘅方案咯。如果針對小巴嗰啲班次數目咧，首先你覺得夠唔夠咧？第二就係頭先你講到的士而家可以直接入到去東壩咁，有咗小巴加密班次，又會唔會可能減少到一啲即係的士直入東壩嗰啲情況？其實咧小巴咧準備係充足嘅，我都有同小巴嗰個承辦商咧係有緊密嘅溝通，我對佢都係有信心嘅。30架個概念係咩咧？其實上次5·1咧都有出動到咁上下嘅數量嘅小巴，咁係用唔晒嘅。咁所以咧就算今次係比較長少嘅假期咧，我對佢哋都係有信心嘅。因為咧的士咧係點解會我擔心咧？就係因為遊客佢哋有機會。好大機會咧，係譬如從內地過嚟嘅話咧，佢一過完陸路口岸咧，就即刻坐的士第一站咧，就前往東壩。咁所以係五湖四海一齊啲人過東壩，你亦都唔知究竟啲人係咪真係會咁樣去前往東壩。咁所以係嗰度好難評估。咁而且咧，佢載客量係相對少啊嘛，小巴有10幾個位啊嘛。咁的士可能佢2個3個朋友坐一架入去嘅。咁所以變相咧嗰度係會有啲擔心。咁所以正如我剛才話啦。就係你問我自己都預料咗有機會會有
即係幾百部的士造成塞車嘅情況嘅。嗯。咁因為未有控制的士進入嘅數量啊之類啊嘛。之前其實話塞車，其中即係除咗話個車嗰個量啊數量多之外，亦都涉及到嗰個路段嗰個情況啦。咁而家其實路段方面，佢都話做咗啲臨時改善工程啊，喺個別位置係咪都可以方便到啲車去過或者去避車，又減少到嗰個擠塞問題咧？係咪咁咧？你了解到個情況而家改善完之後係點樣嘅？嗱，其實上次已經係五一嘅時候之前已經改善咗，因為上次五一之前仲有一個復活節都係內地咧都會有遊客過嚟嘅時候咧，出現咗呢啲問題之後已經做咗，譬如有啲喺單程路段咧增加一啲避車處啦，係即係讓到如果有對頭車，大家可以互相讓一讓，然之後一邊通行啦。咁呢啲係做咗，但係咧如果按照我今年五一去觀察現場觀察嘅話咧，其實呢一啲嘅避車處都不足夠應付如果係比較即係龐大嗰個數量嘅車的士車輛數目嘅。咁所以當然啦，咁都有警方配合執法啦。咁所以我相信都會即係有秩序嘅，仍然都會有秩序嘅。OK， 優化措施入邊啦，除咗話一啲嘢即係小巴嘅數量啊、班次啊會加密啊、增加之外咧，都頭先講到啦，會喺嗰個嘅漁護署北潭涌嗰個嘅關閘前方有一個嘅信息顯示屏，就講到一啲即係東壩一帶嗰啲嘅道路交通情況啦。咁當然亦都唔係淨係去到先睇嘅，可以上網方式都睇到東壩一啲人流資料。咁就話個人流狀況分為4個類別：非常繁忙、繁忙、中等同埋稀少嘅咁。你即係了解到其實嗰個即係呢啲信息啦，個即時性有幾高，同埋個準確度有幾高嘅咧？即係佢點樣去監察住嗰個人流，又真係嗰個準確嘅信息係發布俾一啲遊客嘅咧？嗱，首先講信息發布傳遞方面先啦。咁即係都好希望政府當局既然間辛苦地統計咗啲數字咧，都能夠喺翻有效嘅平台渠道去發放啦。因為內地或者係其他遊客，佢未必係我哋香港本地人用緊一啲嘅平台去接受資訊嘅。例如內地可能佢用小紅書或者係其他嘅平台噶嘛。咁係咪可以同步喺其他平台發放呢？咁先可以將個信息到達到係俾嗰班遊客去知道嘅。咁當然啦，睇翻嗰個顯示屏內容啦，你頭先講好似分4級咁樣嘅，其實呢個可能比較宏觀啲嘅。咁就如果佢用乜嘢嚟界定係達到呢個程度呢？係咪真係喺度數緊車輛數目呢？如果係嘅話，倒不如順便俾埋車輛數字啦，咁樣，咁會唔會係最理想呢？咁但係當然啦，呢個都係一個參考啦。因為正如我剛才講啦，小巴同埋的士仍然係可以進入去東壩嘅。咁就算如果係見到係入面已經好多車輛，但係只要個乘客係要求一定要坐的士入去東壩嘅，喺不能拒載嘅原則情況下呢，的士司機仍然係要接載乘客入去。咁所以都係純粹一個參考咯。咁我諗都係要睇下現場嗰個今日嗰個即係實際嘅情況㗎啦。但頭先譬如講一啲相關嘅網頁就未必係即係旅客好識得去揾到呢啲資訊嘅地方喎。你自己頭先話提到一啲社交嘅平台啦，咁係啊，係咪暫時都未有做到呢一步嘅？但係都嗱呢個我就唔清楚，因為咧我之前就曾經聽過咧旅遊事務處咧都講，其實佢哋喺不同渠道都會有一啲宣傳香港嘅旅遊嘅，但係去到咁仔細呢啲嘅即時發放信息做唔做到咧？咁我都要再留意一下。咁但係呢個如果即係好似咁講，如果佢哋冇做嘅，希望做得到啦。咁如果有做就 OK 啦嚇。之前原本都計劃上個月咧13號起啦，逢週末啊、公眾假期啊、內地黃金週期間都話禁止的士朝9晚6咧駛入西貢萬宜路嘅。咁啊最後就暫緩咗呢個措施啦。咁你自己覺得咧，如果即係喺11即係黃金週假期呢段期間睇到有啲塞車嘅情況，係咪應該都要考慮實施呢個的士禁令咧？又嗱，我諗咧任何做新嘅方案咧，都要同不同嘅持份者充足溝通嘅。上一次咧其實係一個諮詢嚟嘅咧。咁喺諮詢期，我有俾意見嘅，我都話喂，咁如果你一刀切咧喺北潭涌閘口嗰度咧唔俾的士入咧，其實會影響埋咩咧？影響埋入邊咧，東壩入邊咧，其實有村民嘅，有鄉村村家村民嘅，佢嘅村民已經揾我啦，就我星期6日點解唔能夠坐的士翻屋企啊？係咪？咁即係所以呢個方案咧諮詢咧係其實係收到其他意見，咁所以我都認同咧政府咧係要再審時度勢睇清楚，特別今次個黃金期係比較長嘅，再一次過同其他持份者要揾個共識咯。好啊，唔該晒李世榮，同你傾到呢度。